艳阳好天，微风徐徐，到桃园龙潭三坑老街传统客家庄来趟低碳旅游。永福宫是我们这里的信仰中心啊。铁马观光的第一站就从永福宫开始。这里的信徒呢，在初一15啊，至于每年有庆典的时候，会在这里就是敬奉神明，做一个信仰的中心啊。永福宫是三坑子聚落中心，里头香烟袅袅，保佑此地的客家人。庙前广场如今成为了学生进行乡土教学的好地点。那进庙门我们有一个区别，我们进庙可不可以走中间？可以。中间给谁走的？神明走的哈。好，我要比一下姿势。自行车族聚集，下一站要前往绿意盎然的自行车道。这段会比较吃力一点。两旁绿树环绕，骑车在山路小径，让人心旷神怡。这边过去栽种了很多的油桐花。初级生可以从7公里步道开始，中高级生还可以一路骑到桃园大溪，长达40公里。就有很大的、很高耸的原生树种在这里所以说我们在骑车的时候呢可以享受徐徐微风吹来，又不会晒到太阳那种骑车的乐趣这样子。沿途风光让铁马族称赞不已。都是稻香啊，都是稻田。那现在稻田刚好长到绿绿的，所以味道很香。闻着稻香，忘却烦忧。铁马行从永福宫出发，经过三坑自行车道，途中领略龙潭美景。回程经过生态自然公园和黑白喜等景点。早期客家庄妇女洗衣服的地方，泉水和灌溉水圳水汇合，水质清澈。你看哈，现在你看这里的生态有多好哈！看得见鱼虾螃蟹，生态之旅外，还能品尝客家美食。道地的客家粽，还有客家菜包。我们这客家肉粽就是料炒在一起的，普通南部粽是中间包，我们这个没有。三坑铁马到站。周休假期来一趟龙潭三坑老街，深度体验客家文化。永福宫的香烟袅袅里，幸福出发，骑铁马游客庄、绿荫小径、三坑老街，美丽风情伴我一路寻找感动时刻。